嗱，今日咧就同大家去巴一巴呢幾日中山嘅樓市啦，好似咧回到咗10幾年前咁啊！降價嘅係邊幾個項目咧？其他中介唔敢同你講嘅，咁我一條片咧同大家講清楚各個樓盤嘅一個優缺點啦。咁啊記得點讚加關注啦，有需要嘅咧可以分享出去，令到更多嘅一個買家咧喺中山呢邊置業啊更加清晰啦。咁啊第一個咧係火炬嘅一個建發啦，有個樓盤咧賣緊4888啦。116方到120方嘅全3房設計啦，毛坯實景現樓交付嚟㗎啦。咁即買咧係即享深中通道嘅一個車流紅利啦，噪音同埋粉塵雙套餐加碼啊！講誇張啲嗰句啊，送俾你去住啊，你都未必去啦。價錢咧係好吸引，但係後續帶嚟嘅一個硬傷咧，你係一定接受唔到㗎啦。第二個博愛路上嘅最豪園啦，突然之間殺出呢一個6688，帶埋精裝修嘅1000畝嘅一個珊瑚大城啦，成個小區別墅同洋房都有嘅。依家賣緊嘅咧係4期嘅高層洋房啦，尾貨嚟嘅，121方到184方，全部都係啲粗嘢嚟㗎啦。你如果話佢係改善客嘅，但係咧佢又做唔到改善客要求嘅一個標準啦。無論係從物業嘅管理啊，或者咧係樓盤嘅整體質素，都達唔到呢一個改善客嘅一個要求啦。咁如果你話佢係剛需客嘅，呢一個面積咧，唔似得係剛需客可以接受嘅呢一個範圍以內啦。不過價錢咧係好吸引，6000零蚊帶埋精裝修嘅，有興趣嘅咧都可以去睇一睇。第三個咧就係東區嘅誠心呢邊啦，裕隆君府啦。佢咧應該係收到咗金鷹半山花園嗰邊冇貨啦，先至放出嚟呢一啲102方到143方嘅。單價咧由10088啦到12588每平方啦。呢一個價錢咩概念啊？當初開發商攞地價都要12000啦，依家真係買一套咧就蝕一套噶啦，全部都係毛坯交樓啦，裕隆君府咧都係純東區嘅呢一個板塊啦，中山5路嘅一個主幹道落樓咧就係主馬嶺公園啦，重點咧係南向睇翻公園啦，景觀咧亦都係無可複製嘅啦，周邊嘅寫字樓啊、商場啦、政務配套啊都係比較齊全嘅。二手嘅一個保值率啊，同埋流通性咧都係非常之好噶啦，係遠低於周邊二手嘅一啲市場價嚟噶啦。無論從地段啊，或者學區啊，甚至咧去到景觀等等，都係無可挑剔嘅。但係點解會降價咧？咁咧就不得不提及一下佢嘅一個缺點啦。依家咧係賣緊嘅1期啦，其中2棟咧同埋6棟咧係政府配置嘅一個人才房啦，已經係有人住緊噶啦。依家咧多數都係出租嘅，租客嘅一個流動性咧比較大啦，居住嘅一個體驗感咧亦都可能會偏差少少啦。後期嘅一個人才房拋售咧，亦都會拉低成個小區嘅一個價格啦。第二個，由於中山嘅一個主城區啦，項目咧係靠近中山5路嘅一個主幹道啦，低層嘅一個住戶咧就要考慮清楚呢一個噪音影響啦。不過講真嗰句呢一個項目咧，佢嘅一個優點咧係遠勝於缺點㗎啦。如果話想揾翻間東區嘅配套成熟嘅景觀性好啲嘅後期嘅一個流通性比較強嘅話，可以過嚟睇一睇呢一度啦。目前嘅一個貨量咧唔算多嘅，以上啲價格咧都仲可以再爭取下嘅。依家咧係買方嘅一個市場，需要幫手劈價嘅話，就隨時 call 我啦。今期嘅一個節目咧就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一期再見啦，拜拜。